Hello，大家好啊，歡迎翻嚟跑馬仔講時事啊！呢兩日啊，香港法庭啊有一單新聞啊，睇到人個心好唔舒服啊，但係咧同時亦都引起咗好多人反思嘅。一位62歲嘅大廈保安啊，因為覺得好麻煩，唔知點處理，竟然啊將一隻走失嘅家貓啊塞入咗呢個黑色膠袋啊，直接當垃圾咁樣掉咗落垃圾房啊！最後隻貓咧跟住垃圾車咧被運走啊，到今日啊都揾唔翻啊！裁判官啊直接推論啊，隻貓已經死亡啊，即時啊判呢位保安啊入獄4個月啊，咁判4個月啦。咁有人覺得輕，有人覺得重啊。但係我哋如果將視線拉遠少少啊，睇下早前喺廣東揭陽發生轟動全球華人圈嘅流浪狗旺旺事件啊，一隻長期被街坊投餵嘅狗媽媽同佢幾隻狗 BB 啊，被幾個惡魔啊以極其殘忍嘅手段啊虐殺致死啊！最終啊，涉事者啊，因為未成年，加上呢個法例嘅缺失啊，只係咧被送往呢個專門學校教育啊，冇人係需要負上刑事責任噶。同樣係被剝奪嘅動物生命啊，一個喺香港，一個喺揭陽，背後反映出嘅到底係法例嘅距離啊，定係我哋對生命價值嘅態度啊？今日我哋就一齊嚟睇下呢兩宗案件啦。咁我哋睇翻香港呢一單案件啊，案發喺牛頭角嘅一棟大廈，被告係一位62歲嘅保安啊。當時有住戶發現一隻走失嘅貓啊，咁啊交俾保安處理啊。正常人呢可能會幫手問下住戶啊，貼下告示啊，但係啊呢位保安啊喺警戒下承認啊，佢覺得好麻煩啊，所以直接將隻貓啊裝入黑色膠袋掉落垃圾桶啊！辯方咧喺求情嘅時候就話啦，被告只係聽上司嘅指示棄置啊，又話冇直接證據證明貓隻係受到痛苦啊。但係裁判官咧講得好清楚，案發至今啊，隻貓都未揾翻啊，有合理嘅理由啊，推論隻貓已經死亡啊。被告嘅行為等同咧奪取貓嘅生命啊，案情啊非常嚴重啊。而裁判官更加強調啊，文明社會啊，絕不容忍呢一類嘅殘忍行為啊，必須判處阻嚇性嘅刑罰啊。最終咧就判處咗4個月啊。呢個判決傳達咗一個好明確嘅信息啊，喺香港法律嘅眼中啊，動物啊唔係一件可以隨意掉嘅垃圾啊。你一句覺得麻煩啊，唔可以成為你奪去一個生命嘅藉口啊！但係當我哋將目光轉向廣東揭陽嘅旺旺事件呢，情況就好唔同啊！旺旺係一隻喺平埔村生活嘅流浪狗媽媽，平時靠村民投餵，咁性格好溫順嘅，啱啱生咗3隻狗 BB 嘅，但係喺2026年6月底，4個未滿14歲嘅男童啊，用鐵絲勒頸、木棍打，甚至淋易燃液體點火焚燒啊，將旺旺同佢嘅 BB 啊活活虐殺啊！過程仲拍片啊，喺度嬉笑啊！咁呢段片流出之後啊，迅速啊就引爆咗全球嘅怒火啊！由香港啦、台灣啦，甚至去到美國、日本啊，無數嘅網民啊自發啊刊登廣告聯署啊，為旺旺討回公道噶。但係個結果係點啊？因為內地啊仲未有一部全國性嘅反虐待動物法啊，加上啊呢班人渣未滿14歲啊，當局最終嘅處置啊，只係將佢哋送去專門學校接受呢個教育啊，並且啊要求佢哋嘅監護人啊加強對佢哋嘅教育啫。咁好多人問啦，喂，點解我虐殺4個生命，最後可以零刑事責任啊？所以呢個就係最無奈嘅地方啊，因為冇法律嘅授權啊，就算執法機關想懲罰佢哋啊，都冇佢哋辦法啦。
咁對比起呢兩單案啦，可以睇到有三個好深層嘅對比啊。第一啦，就係法律嘅防線啊。喺香港啊，防止殘酷對待動物條例啊，最高係可以判監3年同埋罰款20萬嘅。即使啊被告冇直接攞刀殺貓啊，單單係將貓塞入膠袋掉落垃圾桶呢種疏忽同埋遺棄啊，只要導致到啊動物啊受苦啊或者死亡啊，就已經構成呢個刑事罪行啊。但喺內地，虐待非保護類嘅流浪動物啊，喺法律上啊，幾乎係處於空白地帶嘅。咁第二啦，係代價嘅問題。香港保安咧就因為懶怕麻煩，代價係失去4個月嘅自由，留有案底啊。而揭陽虐狗案中啊，極端殘忍嘅行為啊，最終代價就微乎其微啊。當施暴咧係唔需要付出代價咧，殘忍咧就會被無限嘅放大嘅。第三啦，係文明社會對生命嘅定義。正如德國民法典有一句名言：動物唔係物品。香港法庭嘅判決啊，正正係向社會宣示啊，生命啊唔係一部舊單車、一包垃圾，你可以隨手掉噶。咁講到嚟呢度啦，可能大家心情都好沉重噶。但係無論係香港嘅保安案，定係揭陽嘅旺旺事件啊，都話俾我哋聽啊，保護動物咧，法律咧係最後嘅底線嘅。但係要同理心咧，先係第一道嘅防線啊。香港嘅法例啊，雖然比較完善啊，但係依然有保安會因為覺得麻煩啊而痛下殺手啊。而內地啊，雖然未立法啊，但係有千千萬萬個為旺旺發聲嘅普通人啊，亦令到我哋睇到咧民間對善良同埋立法嘅渴望啊。每一個生命啊，都值得尊重嘅。如果你喺身邊啊，見到有走失或者受傷嘅動物啊，請行多一步啊，聯絡相關機構啊，或者義工啊，唔好因為一時麻煩啊，而造就咗不可挽回嘅悲劇啊。咁歡迎喺下邊留言討論啦。如果中意呢條片，記得撳讚、訂閱同埋分享出去啊。我哋下集見，拜拜。